是做了无好对无？哦，大家拢无经验吗？对。啊，这平平。小等来，无顺你伫遮。无顺你。好吵。甲你讲一个闹开的代志啦，就是早起逐项物件拢准备好啊，来到遮讲锁匙搁无放好势，所以搁去摕锁匙。啊，我毋知影吴无顺有锁匙。无输你无定定去锁，你加走几摆啊？咱练习。安尼系啊，我用走，以后要用走的，会记。安尼运动啦，想做运动啦。我们来试一下那个 PowerPoint， 看看你们有没有听到声音这样子。等一下，我把它弄到最顶的地方。用声思响。音乐上次就没有弄到声音这样子。OK， 好，安尼，咱会当 ready 啊，哈，感谢主。真好。好，安尼，咱连面准备来开始哦，哈。等下哦。高一秒，老师。公公可以帮我把后面的灯光打开，空气的灯光，浓对光。我看有影响无？安尼无影响，无紧。你站在上面看看。我跟我说你拿起来，角度照得到吗？无顺你先看看，我看一下。无顺。感觉袂着，大家看你看会着嘞。我无顺你看 OK 吗？你敢看有无顺你？无。有较远的感觉啦。你较远，敢若看到头毛尔。较悬伤。等一下哦。镜头要高一点呢。我把电脑弄高。还是不够。这样比较好。现在只有看到眼睛。其实恁几个人伫遐尔，无输娘敢着搁挂口罩。无输娘免挂口罩啦，嘿。免啦。因是咧讲你伫遮，咱几个人尔？免挂。嘿。我离遐远，我无输口罩。嘿。口罩挂在目睭的啦。迄个几张啊？啊，其他。这边有吗？老师写的看啥？这边。拢。安尼，大家拢有起来无？我早起来，我6点起来。是啊，哈。多谢。今仔起来啊啦吼，我无顺利嘛起来，Gospel Church 又上来了。哥牧，那是哥牧师。哥牧师，平安嘿 ，David 周牧师嘛起来，平平嘛起来啊。OK， 安尼我无输娘，即摆恁看有清楚无？我较悬小看。
？OK 吗？客观，安尼会安尼使吗？吼，好啦，慢慢呼啦。安尼无，咱就要来开始咱请吴牧师来从咱会前的咧。感谢你，慈悲怜悯，你一定，我伫快乐的时、艰苦的时、平安的时，还是惊吓的时，阮相信你用甲阮三甲地地，甲阮讲毋免惊，我即只。阮感谢你的疼痛，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恩典，自求你帮助，是阮即个世间遐尼多苦难的事，道道发生伫阮的中间。主啊，阮的信心绝对袂改变，因为阮相信你不是甲阮三甲之地。虽然阮有惊吓的病症围绕着阮，虽然有阮的最近有惊吓的riot 伫阮的中间，但是主啊，求你怜悯，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真正的平安，毋是干那肉体的平安，互阮的心灵挖苦你，通得到你的恩典。主啊，我有真感谢你，你赏赐阮活命，你赏赐阮灵命，互阮今仔日会当伫你的面前，阮一只要用诚实的心敬拜你，求你感纳阮的敬拜，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信心坚固。你甲毋嘛为着阮死，你为着阮过活，你为着阮上天，你着我为着阮找你的圣神来伫阮的中间，自愿接纳圣神伫阮的内面，互阮有圣灵的气力，打拼为你做工，求你甲阮三甲地地，甲阮的今仔日的敬拜三甲地地，会当来求你也甲因三甲地地。世间还有最多人毋捌你的，求你有缘甲因三甲地地，亲像甲阮三甲地地一样。将一切交代你，求你施恩帮助阮，我咱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来敬圣诗，请咱走人吼。请咱走人。啊，好个惊啊你！动钱咯，你不รับไหนอ่ะตอนไหนที่ดีอันเชียว休息你你的面，因就发怒，你将因的气收回，因就死无，来归伫土粉。恁发出你的神，因就受创造。你互地面换作新。咱来念圣诗，圣诗155首，我羡慕真理的神155。第155首。我羡慕真理的神。
什么？这什么？教会应该叫他们教会。我心无关灵的神，求你应验我内面。头前路障会知，靠你进前免受害。请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用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创造天地主宰，信耶稣基督，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因对圣神代跳的，在圣母玛利亚出世，阮入毕业主任来受苦，上十字架，埋葬落阴府。第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今日全能的地上帝的大权，伊要对遐过来审判过来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集体国话，永远的话名。阿门。请咱来读圣经，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耶稣到，我伫徛伫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已经讲即句话，就用手甲叶地，互因看。学生看见主就欢喜。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阮。华语，约翰福音第19章，第20节，19节。一日晚上，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门紧紧地关着。因为他们怕犹太人，那时候耶稣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一句话，他把自己的手和肉盆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正如父亲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读书来看到，就是领受圣灵信息圣言。咱要做人祈祷。
听从阮的天父阮伫这个所在来献感谢伫你的名下，伫过去将近3个月时间你的保守，也阮会通来得到平安，也互阮会通搁一摆搁倒转来伫阮的礼拜堂开始一个恢复过去的礼拜形式，上面阮也维持网络的礼拜的方式。阮恳求你的智慧甲阮三个弟弟，也互阮会通透过自我的预防，会当来保存阮家己，来免除即个疫情的即个感染。阮也为着即个世界，特别阮徛伫的美国即个所在，过去的几工久的中间种族的问题，又搁成做一个真严重的冲突。阮有看见伫洛杉矶市内高速公路有足侪的暴动，会有人点火、抢劫等等遮的代志。所以，阮实在是需要你圣神甲阮三个弟弟，赏赐阮有平安的灵，阮会通有一粒追求平安的心，无借着一寡种族的问题。是政治的因素来伫遐扰乱，来伫遐趁机会来伤害别人。求主你帮助阮伫这个世界的人，互阮有你的平安，真正甲阮三个弟弟。亲像你伫早前甲文道所讲的，愿恁平安，主这是阮所需要的。阮也求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弟弟，也互阮会通伫你的固守的下面持续有平安。喜乐的性命来到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对你的阿乐感谢以及敬拜。阮阮的敬拜伫你的面前的时，由你的圣神来开启阮的心灵，互阮会通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得到帮助。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要分享进前，牧师要提醒，请你甲你的声音mute起来。即摆牧师伫电脑较远，较歹控制，所以请咱家己甲咱的声音mute起来，较袂去影响啦，好，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2020年的圣神降临节，甲今年的受难日，甲今年的过活节，拢相款。咱拢有真特别的经验，就是咱坐伫咧厝用电脑还是手机，咱咧做礼拜。咱伫咧庆祝上帝的圣神降临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要重新来思考，用一个无共款的角度，甲过去拢无共款，因为这是检采是咱一世人拄着唯一的一摆，也是讲咱过去毋捌拄过着真特殊的情形，咱全世界拢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阵，咱调整咱家己，咱重新思考教会是啥物货，咱也重新思考礼拜是啥物货，咱也重新思考咱甲上帝的关系。今仔日咱要来思考圣神甲咱的关系到底是啥？今仔日的经文你可能感觉真奇怪，是安怎牧师佮用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通常咱拢讲这是伫耶稣过活了后，伊显现去到伫即个咱讲阁楼甲即个门徒三个见面，甲因所讲的一句话，咱已经听到总统甲州长宣布讲礼拜堂爱开放。我知影川普总统一直毋望教会会当搁重新来组织以圣神降临节这一天啦吼，所以今仔日有真侪教会拢倒转伫礼拜堂内底咧聚会，但是这中间咱需要思考的是，要怎样来帮助咱家己伫即个开放的时，来安怎来保护家己，也保护咱周边的兄弟姊妹。所以咱也渐渐一步一步来行开放的路，然后咱的习惯。
要安怎来处理这个代志。我想这是咱的新的功课啦吼。这个喙癌也是讲保持人甲人的距离，洗手等等遮个，这是咱伫这个居家隔离命令开始倒转来伫9月第1个礼拜做实体礼拜这中间，咱需要来思考甲学习的。当然，今仔日咱伫礼拜堂厅内底只有4位啦吼，所以咱喙癌嘛免啦，因为是种的啦吼。当然照命令咱袂当 serve 迄个 lunch 吼。所以，因为迄个是真距离的接触，咱有一个新的功课，咱咧过一个新的生活吼。过一个新的生活，其实甲圣神的充满足有关系啦吼。伫耶稣甲门徒见面的即个中间，伊来甲因讲愿恁平安，也佫甲恁讲恁受圣神。当然，咱今仔日所面对的威胁，甲初代教会是无共款。但是我想，迄个心境顶悬，可能差无偌远啦吼。初代教会，咱看见门徒当耶稣受死了后，因会惊。照圣经的记载，讲因甲门关起来，中文的已经问讲，他们门关起来了吼。但是事实上，照原文的意思是伸锁。甲锁起来，无爱互人会当随便入来。迄个背景是因为因惊犹太人，因会去甲伊掠，掠去了就有性命的危险。咱今仔面对即个肺癌的威胁，嘛会惊去互肺癌掠去，嘛有性命的危险。无共款的惊吓的对象，但是咱迄种的心境基本上是相款的，所以咱得到政府予咱的居家隔离 quarantine 的命令，就是要来互咱亲像会当体会初代教会门徒迄种门关起来伫厝内底来保守家己迄种的心境。当圣神降临了后，其实门徒有改变。圣神降临对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今仔日是伫咱看停了后，差不多3个月了后，咱开始来开放。咱也伫圣神降临这一天，礼拜个倒来伫礼拜堂遮开始一个礼拜的时阵，咱来思考圣神降临对咱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咱先来思考惊吓啦吼，拄则牧师已经有小可甲咱讲着吼。当初时的使徒，也是讲遐初代教会基督徒，因真惊吓犹太教徒、罗马政府的逼迫。圣经记载，彼得用3摆否认耶稣，来表达伊对迄个时阵的现状的惊吓，所以伊毋敢承认，即个受掠的就是我的老师，我已经对伊3年啊。伊讲安那，我毋捌伊啊吼，迄种的惊吓的表达，吼，迄种惊吓的表达。今仔日个经文，咱也看见门徒把门关起来、锁起来，也代表因拢真惊吓，因闭起来，甚至转去原来的庄骹，离开伫耶路撒冷迄个所在。所以经文甲咱讲，因为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这个关门其实是用锁的意思，吼，像咱若准讲有伫美国拄着什物款的特别的代志，还是讲有人讲有歹徒有疫情迄个学校就会 lock down 吼，共款咱是伫厝内底门甲关起来，甲锁起来，行喺外口的人会当随便入来。会损害着咱的性命。咱甲即个关起来、锁起来，来譬如做心内的，毋是干那迄种实际查门啊、门的门啊，是心灵的门呢。咱因为惊吓，咱甲人的距离愈来愈远。咱可能会习惯讲我住阮厝吼，穿裙衫做礼拜，就好啊。我以后袂转去做礼拜下尾，就有可能吼。
咱的心门、心灵愈关，会愈有问题啦吼。所以这嘛是一个提醒啦吼，毋通搁惊啦，咱嘛是爱过生活吼。啊，这个居家隔离以外，搁有锁城、锁国。其实咱美国嘛是锁国咧吼。美国甲加拿大的边境是锁起来，袂封起来，袂当通啦吼。啊，这个甲墨西哥的边界嘛是安尼啦吼。甚至伫航空的顶悬有足侪国家，伊嘛无真简单允准因入来。病院啊，福建病院啊，迄个安养中心禁止探访，基本上嘛是种的lockdown吼。啊，伊伫迄个所在有限制吼，这是咱的 border 吼 close 吼。啊，这个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讲，这是真少看的一个情形啦吼。除了拄着战争，还是讲伫遮真特别的一个情景，咱若看见讲真侪病院亲像安尼搭迄个广告出来吼，啊，伊着爱什物款的人袂当去探病，规工内底吼，拢有一寡迄个吼。啊，咧看着洛杉矶县的记者会中间，总有一个先生吼，伫迄个人讲话了，啊，着有即个七只的麦克风啦，啊，这桌面七个，啊，这换了嘛，侪人来讲话安尼吼，拢咧做一寡保护的动作，啊，这拢是一种隔离的感觉啦吼，啊，这是伫台湾的病院，即个规拢封起来。然后因就是伫外口爱检你的即个体温有发烧无，等等遮的足侪的动作，像这海边吼，伊就甲你打讲 stay 1.5 meter away 吼，就是你爱 keep 迄个 social distance 吼，啊，你爱看即个宪兵吼，嘛挂喙罨啦吼，这嘛是。真少看见的情形吼，情形。啊，这个border的警察，你要看，伊着爱穿这种防护衣，啊，伫迄个border遐上班吼。啊，海边红色，咱嘛知影啦吼。啊，较特别的是，最近中国的工厂开放吼。啊，量体温吼，你甲看伊倒手举一个体温计啦吼，到尾啊，伊拢用手咧摸啦吼。这有较搞笑过吼，伊的体温计拢无用，拢用手安尼吼。这是报纸甲报出来的一个情形。我意思是讲，咱有做足侪防备家己的动作，是就对挂手罨啦，啊，当然爱洗身躯啦，爱洗手啦，保持安全距离遮的。亲像过去迄个温度共款，甲迄个门锁起来关伫内底，但是基督显现的时间讲愿恁平安。主的内底无惊吓，有平安，这毋是新的祝福，毋是耶稣搁我显现了后才有，其实是上帝的应允。上帝的应允是透过耶稣基督互咱。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的所在讲：我留落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互恁，我所互恁的，甲世间的人无共款。恁心内毋通忧愁，也毋通惊吓。咱有真侪代志会互咱惊吓，比如讲，即马洛杉矶市活动昨暝就有暗暝就袂当出去啊，吼，宵禁因为侪人会惊，甚至我有看迄新闻，伫710的高速公路顶悬，嘛路去用炸起来，无代无志车就去用拱，无咧讲到破。咱有真侪个因素会互咱来着惊，但是主已经有应允，咱要将平安赏赐互咱。这毋是伊离开的时阵才讲，伊伫派学生出去传福音的时阵，伊有安尼甲因交代讲：你们无论到哪一家，先要说愿你们一家平安。如果那里有喜爱和平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他。否则，那祝福就归回你们。这是耶稣差派学生出去传福音的时阵，甲因讲的。所以，耶稣差学生出去宣教的中心就是安那，愿恁一家平安，愿恁一家平安。但是这嘛毋是迄个时阵才开始的。倒来伫路加福音第2章，
当天师报佳音的时阵，有一句话咱拢足熟的：愿阳光归至高的上帝，愿平安归伫地面上伊所欢喜的人。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就是要将平安带来互咱，要将平安带来互咱。再来，咱领受圣神有几个真重要的代志，一个是差遣，一个是差遣。当咱看今仔日的经文，约翰福音20章，对第19节开始，19节开始到23这个所在，咱看见耶稣讲一句真重要的话，伊讲安那：领受圣神，恁啥人什么款的罪啊？这是宽平啦吼。啊，伫查经的时讲，爸安怎找我，我就安怎找恁。亲像伊找学生出去传福音，然后伊要审视因有宽平。伊讲领受圣神，恁写什么人的罪就写去，留什么人的罪就留地。有足侪人讲，哦，安尼我会当迄落毋免赦免人。耶稣讲，但是耶稣讲吼，你有即个权啦，无毋对啦。但是你爱学习的是爱请遐个你的对着，请遐个对你无好的人，敢毋是安尼吼？再来，领受圣神了后，就讲恁愿恁有平安，咱的心中有平安。要对咱的心中有平安，然后咱来突破迄个关起来的门，心门也好。还是咱厝内的遮的门，然后咱看见因领受圣神了后，因就满有气力。圣神充满了后，门徒不但有即个惊人的语言能力，咱来去看到《使徒行传》第2章，因有讲逐样的腔口，咱念伊会搁来思考即个部分啦。搁较重要的时阵，因无搁再惊吓。无搁再惊吓是啥气力？通常会惊的人，咱若有饲过狗，咱就知影，即只狗若会惊的时阵，伊安那，伊就尾仔夹夹安尼啊，揪揪安尼吼。但是你若真正无惊的狗仔，就安那，尾仔就伫遐吓者吓者，哇，真有即种迄落英雄威武的感觉。迄是种的气力，迄种气力的表现。无搁再惊吓是上帝赏赐互咱真大的。气力也是讲平安伫咱的内。然后当圣神降临了后，耶稣讲领受圣神。因领受圣神了后，因就见证耶稣基督显现了后，搁上天。即咱前礼拜有讲到吼，见证耶稣上天是一个伫教会的信仰内底非常重要一项事，因为只有上天才会完成过去耶稣伫这个世界传福音的这个工作，才完成。然后后面要找圣神，甲咱三合地地，才会佫继续。若无上天，就无有这个代志。所以见证伫使徒行传第1章，咱看见门徒见证耶稣基督上天这项代志。伊讲完这个话，耶稣伫因的注目的中间就直接上天。有一个云彩将因的视线遮掉的，所以因伫遐来见证主耶稣基督行做迄个圣囝上帝的身份来上天，然后天使甲因讲伊安怎上天，也要怎样来倒转来，因的性命改变。咱讲看到这个使徒行传2章了后。咱看见圣神充满，然后门徒的性命完全的改变。我顺便来思考一个问题啦，咱照经文的记载，咱看见讲经文甲咱讲彼得讲道大有力，有偌济人信主，3000人。但是请咱会记哩，传福音毋是一个个人秀，传福音是一个团队的服侍，为啥牧师要安尼讲？咱搁倒转来伫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的记载，因先啊判若2人。咱拄则看迄张图，甲即摆看即张图，咱无法度想象讲2000几年前彼得伫耶路撒冷的时阵，
迄个场合是偌大。若是亲像遮尔侪人的中间，包括咱用现代科技，牧师若无用即个麦克风，干若用电脑徛较远的，迄个声就断断续续。一个人讲话敢有才调，互3000人听会到，这是一个咱爱去思考的问题。然后伫《使徒行传》第2章甲咱讲，当圣神充满了后，门徒开始讲别个人的腔口，互因听有。意思是讲，若彼得讲希伯来文、印尼人的话，也是即个当初时伊家己习惯的阿兰文，可能有其他的民族听无。即个时阵要安怎？其他的文图讲逐样的腔口，咱会当用现代的想法讲，因可能咧做现场翻译的工作，互一寡听无的人，因伫遐来听有，互因伫遐来做团队的服侍，然后互侪人伫遐受影响，听到即个各话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伫《使徒行传》第2章，牧师佮甲这个经文互咱来看，为什么我们个个都听见他们用我们自己的母语说话呢？我们当中有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还有从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细亚、伯吕加、庞菲利亚、埃及和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来，也有从罗马来的，包括犹太人、板依犹太教的外邦人，此外有克里特人、阿拉伯人。我们竟然都听见他们用我们本地的语言诉说上帝伟大的作为。要提醒咱，就是讲，迄个3000人，或者是讲伫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后面咧讲到，因的人数增加，这拢是一个团队的服侍。咱会通了解团队服侍伫传福音的顶悬是偌尔重要。用侪的语言咧讲上帝伟大的作为，伫初代教会还未建立进前，使徒圣神充满了后，因就已经开始做一件代志。所以咱真爱真重视，要安怎互人来听有咱所要传达即个上帝奇妙的作为。然后咱看见伊的性命改变，伊对惊吓，然后变做安怎？无搁再惊吓。咱对看见彼得的好人、门徒的四线，耶稣叫我显现的时阵，甲两个门徒行伫迄路的，迄两个甲讲：你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咱足惊吓安尼吼。因秘伫迄个房间底的时阵，因有足大的惊吓伫咧中间。但是咱来倒转来看即两张图，特别是第一张吼，这张。因必须爱徛伫正人的面头前去见证讲，对，我就是军队这个国外的耶稣基督。甲彼得进前安那，好人耶稣完全无共款，无搁再惊吓，无搁再离开人济的所在，因勇敢徛伫遐，因为因已经体会到一个国外显现上天的主。然后教义的应允，找保惠师圣神来充满伫因的内面，因无搁再惊吓，因伫正人的面头前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就是国外基督。这是咱最近查经讲到，保罗迄足强调的耶稣基督是活活的见证，所以因就勇敢来传福音。勇敢毋是徛伫迄个七里公面，迄个高速公路顶悬讲人的迄个。车的玻璃讲法，毋是这种的。勇敢是要来传福音，无惊困难，亲像保罗甲提摩太讲的，你着爱坚持到落尾。亲像保罗呀，安尼甲咱见证讲，他我地无搁再是我。咱时常讲，洗礼是用水洗礼来做咱对圣神得到新的活命的记号，但是咱真侪时阵是。迄个时阵有新的画面，了后就搁变去安那，
老我佮走出来。咱要安怎活地无搁再是我？是要爱护圣神的气力、圣神的智慧、圣神的反省，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帮助咱，互咱时刻用主、用上帝的标准来思考，我应该着安怎做？最近因为这个明尼苏达的白人警察拍死一个黑人的代志，引起真侪的讨论。有真侪人讲对啦，因吼黑人有权利啦。我讲对有权利，但是因无权利来抢劫点火烧一栋新的大楼，烧了，无迄个权利去甲人的车高速公路炸起来，无代无志的人伊嘛甲伊拍，甲伊用，即种毋是基督伫我内面伫活。咱活地无搁再是我，后壁迄句搁较重要，是基督伫我内面伫活。咱领受迄个圣神的生命，要改变，互咱成做一个新的人，无搁再用我的情绪，亲像咱拜五的读经中间讲，无用少年人的私欲，咱的软弱，咱会无法度总是会走去做迄个所在。迄种的本性，咱开始要用主的价值观来思考，咱要安怎过一个咱咧讲的新生活。咱伫看天了后，会当渐渐恢复，咱嘛讲迄是一个新的生活。今仔日圣神降临节，咱伫遮来纪念圣神降临，来领受圣神的活命，这嘛是一个新的生活。这是一个新的生命，咱要安怎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款式？我想这是对咱今仔日的基督徒，特别是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咱足大的挑战甲功课。愿主帮助咱，愿圣神踮伫咱的中间，成做咱的帮助。咱祈祷了后，要来守圣餐，请咱先来甲咱厝里遮的圣餐需要的物件备办好好势，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应允守持阮圣神，所以阮今仔日会通来纪念你圣神降临。祝阮伫今仔日来纪念圣神降临的时，毋是甲伊当做一个节日，阮无为着安尼来当做一个固定的假日。是对阮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生命的开始。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活的中间会晓得来思考，阮怎样来活，会通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阮面对艰难的时阵，有你圣神的气力，互阮活出平安的见证。阮搭要来三甲来领受你为阮所备办这个圣餐活命的饼，也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通得到主你的看顾，你的保守，你的祝福，也互阮有气力继续来见证。伊勒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来吟216首。圣诗活命的饼为人民背叛。第210首，活命的饼为人民背叛。
主要所受袂迄暝，组织学生摕饼来祝谢，祝谢了后，伊来掰开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逐摆食着今年来纪念我。食了后又搁捧杯，讲这个杯是我下回所设立的信约，恁逐摆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行安尼来纪念我，用真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讲信仰的实践，爱活出这个八饼老会的信仰实践。所以当咱咧领受的时阵，咱每一摆着爱来反省咱家己，是毋是咱有做了，有亲像主交代咱的命令，咱做伙来祈祷。希望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2000年前，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你无罪来受掠、受苦、受定，然后定伫十字架死，你埋葬落府，你搁我上天。主，阮每一摆咧守这个圣餐的时阵，阮就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祈祷，求主你来监察阮的性命。阮若行了无够合你的旨意的，求主你赦免，不但赦免阮，也搁授予阮圣神的规律，互阮会通哪来哪甲你近我，哪来哪活出阮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阮若要做伙来啉食，虽然阮无法度自执，但是阮伫逐所在来领受你这个超越空间、时间的恩典伫阮的中间。主，求你来帮助顾惜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来领受这个恩典的时阵，也得着主你的看顾保守。伊得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主受备迄暝摕饼祝谢了后，掰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逐摆食的时，着行安尼。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主搁旁杯讲，这个杯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信约。恁逐摆食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咱搁一摆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感谢救阮的基督，伊牺牲你的性命，互阮借着相信就会通得救。阮感谢你，也搁一摆恳求你来保守阮。阮第一摆特别要来为着遮的伫第一线医生第一线提供人需要，无论是医生、护士。也是遮的服务的人员，阮为着因来祈祷，因就是咧实践你这个身躯为着人拍破的信仰。阮恳求你的圣神甲因三个伫地，不但看顾因，搁地济的福分恩典加伫因的身上。咱献上感谢，基督靠主耶稣的圣名，免。多谢牧师，互咱遮尔好诶答示，请咱来用圣诗216首，216首，上帝所赐话命。第161首 A 调，上帝所赐话命。
真正为你主宰。上帝所赐万名，呼我为你愿望，不当挑剔你的形象，我的力量无咱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逐时逐刻甲阮伫，你互阮无欠缺，无论是食物，无论是一切，你充互阮充足，你互阮充足的空气通吸，充足的水通啉，帮助阮灵命，互阮有充足的灵命通用。阮用这灵命来成就你永恒的器具，献互你。阮虽然是软弱的人，阮行的所行所做，检采有时伫意中还是无意中，来得罪你的，求你赦免，求你搁一摆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一切的罪过，互阮清气伫你的面前。阮所做的会当应跟你的名互你欢喜。虽然阮是未遂，总是你要互阮成就你重用的器具。主啊，到有一日阮到伫你的面前的时，阮要用什么？互你欢喜，你要学罗阮，求你帮助阮，甲阮三甲伫咧。阮只有知，阮将阮的心灵意拢总献互你。求主你使用甘来，愿伫你的面前奉献淡我的金钱，求你欢喜甘来。愿咱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点要不讲集体关怀。这一摆欢迎大家来做礼拜啦吼。虽然咱只有4位伫礼拜堂厅内底，但是我想这是咱的一个新的开始。咱要安怎伫这个中间渐渐来恢复伫咱的礼拜堂的礼拜，要安怎来做好咱的防护？我想这个是一个新的功课。咱渐渐。有当工会倒转来伫咱的中间，倒转来伫礼拜堂的中间。咱无勉强吼，但是咱欢迎兄弟姊妹倒转来伫礼拜堂遮来做礼拜但是咱一定爱会记日做一寡方便的工作安尼吼。有几样代志啦吼，就是讲佮提醒咱，无论是去倒位去遮出门这个。方便的工作一定爱有啦吼。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伫拄则讲道的中间圣礼典咱拢已经有领受主的恩典也求主继续来看顾咱，赏赐咱平安。咱嘛知影总统甲加州州长拢已经宣布，我知影有真侪州拢已经开放吼。所以咱爱有好的这个来举办吼。所以咱即马原则上就是实体礼拜，然后做这个 live stream。即马牧师会过来想看什么款的方式会较好势。若准咱的 PowerPoint 会当放伫另外一边，连咪做礼拜了，我会来试这物件。我有买一个较咱咧讲网络录音专门的这个麦克风。若到了，我会过来试看。用实际即个单琴的收音的效果安怎？目前用电脑的收音足歹，就是讲拢会断续续啦吼。所以请咱为着牧师祈祷，即个外行的人要用这吼，着足侪的功课。加在有真侪人通好问，因也真愿意来甲牧师分享安尼吼。咱为着即个地方来祈祷啦吼。
咱共款迄个奉献，共款的方式，就是讲你会当家己收起来，然后你再转来伫礼拜堂听的时阵，直接做迄礼拜是咱才来奉献。或者是讲你会当寄来教会，我甲迄个 David 拢会来伫教会礼拜堂遮来顺。咱若有，也是讲你直接寄去 David 的厝呢吼，地址伫咱的PowerPoint遮，你会当来奉献吼。咱逐礼拜拢会甲奉献的金额。放伫咱咧 PowerPoint 内底，互大家知影。咱过来6月初5，共款有查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搁接是第4章啦，第4章了后，牧师会来讲腓利门书只有1章，讲腓利门书了，我会搁去后礼拜才甲恁讲看，要查倒一个倒一卷册，咱基本上莫伤长的，会较完整来了解好。共款就是讲咱的礼拜时间是10点半今仔真歹势，时间真晚才甲大家开搁做一寡备班嘛后礼拜会当较好势好，教会网站伫下骹，所以你若有机会会当去你看卖啊。我尽量会逐礼拜做一寡 update 虽然咱无介济物件通 update， 但是就是讲我若会当收集一寡新的资料，我就甲伊 update 咱一直有在 update， 迄个伫网络的活动愈悬，人要甲咱 search 的可能性会愈悬表示咱是一个 live 的website 安尼OK， 好，咱所熟悉伫牧师的就任礼拜是有特别用影大来甲咱祝贺即个曾信任牧师因的水南教会定伫6月27号要举行即个献堂的礼拜牧师已经写贺片已经寄互因啦写伫遮咱小看一下我照教会名水南教会献堂感恩礼拜写一寡诗来甲因祝贺牧师已经寄去互因咱当然袂当参加咱为着因来祈祷，也为着因欢喜。我大概小可分享因的情形。因本来有一个旧的礼拜堂，是会友老会友奉献的。因的教会今年57年啦当因要开始整修的时阵，因为伊厝已经破破烂烂。08年跟牧师拄去的时阵，迄个时阵教会拄有差不多8个人。所以教会破破烂烂了后，因人数开始增加，因想讲要来整修迄个礼拜堂，但是关键的后代，应该是讲关键的时阵，迄个手续无偌入成。关键的后代就开始要来讨即个财产，所以就告嘛去做真侪会扰乱，讲无事实的话安尼了后，因感觉讲真纷扰，所以因就想讲来找另外一个所在来建堂。伫因教会无介远的所在，因找着即块地，咱所看到即个图片，即个已经起好势牧师2年前有去甲因拜访参观起了真好起了真好。伫水南的所在算是足悬的，会当看到砖头安尼搁一个好消息是，最近内政部的这叫做行政法院判决。遮甲扰乱的人败诉，所以旧的礼拜堂因有愿会当有100%所有权去使用，所以因会当讲是相喜临门啦咱为着因欢喜，继续为着因祈祷安尼前礼拜的出席24名，即个网络查经的人数有15位今仔日我遮看袂介清楚，我毋知有偌济人。我等下会当来统计啥人数一下等下请咱莫离开啦前礼拜的奉献550块以上请咱来念信息。迄个金句咱来做伙读金句诗篇104篇33节、34节。咱读2摆我要一世人也好我认识，我的时要向我的上帝唱学语。
愿意掠我的静静想做合意，要因为耶和华欢喜。搁一摆，我要一世人向耶和华吟诗，要我的时，要向我的上帝唱歌乐。愿意掠我的静静想做合意，要因我耶和华欢喜。来做伙吟诗相迎511首，511首歌乐上帝至关至尊。吟了，请咱的牧师甲咱祝祷。第510首，乌老天顶主宰。但愿主的圣神甲咱三甲之地，互咱领受伊对天顶守事的平安甲喜乐。愿主的快乐甲咱三甲之地，互咱会通勇敢面对咱所面对的困难。愿主保守咱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好，咱今仔日就到遮吼，搁来有电乐啦吼，咱做来灭岛来说。大家平安，我甲这个泡泡关起来，咱来三甲平安，声音会当开开啊。平安，平安，嗨，平安，敢有听？各牧师娘，来看一个，牧师来，牧师娘，今仔日个拜登出席人数，遮伫遮有看到无？有。4位，可以先。保持距离，阮查某囝。牧师娘吼，5牧师娘伫遮。但意思家己的同乡好。哦，知意思诶。原来有人。啊，Dr. Chen。苏英姐。看到你的面，咱真欢喜，咱看内面吼，迄个你表演牧师娘伫个骹，但是因可能无较无方便迄个
camera 吼，咱真欢喜，因搁一摆倒转来伫咧中间，过来搁有啥物人？后面的，对，雅辉甲黄明英都不露脸的吧？吼，阮最近较歹毋敢人看。我想要看看有老摆呢。你无剃头啦？有新的 iPad 连起来啊！哦，赞！安尼最经济。不信经济。哦。新人来学说说。对面伊头壳毋是真光，安尼也学说说。老师，咱教会迄个老先生吼，老教养先生甲老太太，因伫台湾，要甲大家请安。OK， 多谢。伊本来5月要转来，因为飞机无飞，所以可能7月才搁打电话看觅咧。伊妈妈，迄个老太太妈妈可能年纪也较济，也较危险，请咱大家。请牧师甲咱大家会友替因的厝里的人来祈祷，安尼吼，转达吼。伊敢有拢收到我的 email？ 毋知伊讲 email 拍袂开，毋知是啥物意思？伊讲 email 拍袂开，所以检查请牧师佮甲伊联络看觅咧，还是？伊若 email 开袂开，我就无法度甲伊联络。伊甲我用一个 mail 还是啥物 message 我会当用另外一个表达另外一个管道甲伊联络安尼，好无 ？OK， 安尼我才甲伊联络。OK， 好。多谢。大家请安，好 ，OK， 好。这样子。郭牧师，恁拢去伫倒位？恁是打倒来呢？郭牧师。你咧甲我讲话遐？歹势，你有听到我讲话无？有听到有吼，歹势。一方面是有一个新学院吼，要爱我伫网络教课，所以讲我也无用这个代志。一方面是有一个像迄个阿伯兰教会请我去讲道，有当时吼，甲厝内一寡代志，有一点服侍，精进足济。我想要参加咱的迄个拜五的查经，若去一个我网络就问题，阮老弟吼，阮囡仔甲我做一个带路人请人甲我扰乱，所以讲叫布甲足忝的，请你替我祈祷。OK， 我想，我想拜五看到你无落雨就无。无问题。我甲你学讲吼，你的精神甲你做的这吼，我用Zoom咧教课，你知无？但Zoom足问题啦。听讲嘛去用监控啦，但我足钦佩你无输咧用 Cisco， 用遮好势。有一工来甲你请教。好啊，嘿，我会当甲你分享啊，嘿。我嘛是，你无机会安尼来学着。是，真好。我嘛常常接到你的迄落甲迄个主会厅寄来的这个资料吼，我嘛看你的物件嘛足感动的。感谢主，嘿。是。牧师娘伫遮啦，来看者伊讲歹势到咧。来，牧师那边。恁兜的水果有生较济无？有啊，哎哟，我毋知要安怎摕去互恁吼，我毋知要安怎用啦。迄接来迄个番薯叶。你要摕来，你问文华遐。我要互大家看你啦。我有诶一寡迄个加我菜拢流去啊。你这个，教会那遐济啦。不能跟他 close。文华兄，你是对去恁兜呢？对，你哪会知？你背景无共款啊？我逃难，今早就来。你咧？我囝无伫的时，我阵逃难。你礼拜时阵啉过啊水都拢坏掉。无啦，我水来酒啦。哦。你杯做大杯啉过啊，一直啉。奇怪，你今日来遐暗啊？你较水啦。无啦，你头壳无反射啦。你暗烁烁啊，你拢无反射，嘿。你看我较无清楚，较开烟头啦。无啦，我讲你啦，你遐那暗烁烁啦。你的光无反射，无照无着。
被逆光的款。逆光了，用逆光。阮着找其他人较会当坐做伙。今日拢坐做伙来较好嘛，头一摆看到你来坐做伙。无，咱理一半，理2/3，坐较过来，坐较晏。吴孙娘，你坐较晏对面啦。想要看老吴孙娘啦？嘿啦。互你有若看，有若想啦。好啦。为哪恁孙嘞？你困啊？迄个你讲话哦，拢用贵的呢，真虔诚哦。咱今仔礼拜吼下只迄落哩教会用，感觉加足顺的啦，逐项心思上对，嘿，所以拢无较加足，我想莫去来时阵，可能会更较好，效果更较好。拄开始的时阵有出现迄个signal无稳的讯号，尾仔就无啊。我那有小看但是因为可能教会较多一个尔教会这 AT&T 的 server 较强，比一般伫厝呢，伊这改成是5G 的啦。洪明，你是用啥 AT&T 少？洪明拍无去啊。阮用 Spectrum 啦，AT&T 囡仔嫌伤慢啦。但是 AT&T 袂歹咧，我就是用 AT&T， 拢无问题。AT&T 较强啦 ，AT&T 伫阮兜遐吼，甲1.5G 尔。对啊，看所在，阮古早用 AT&T 啊，嫌伤慢，不时嘛有问题。换即个有较好小看，嘛是无介好势。其实无稳定呢。我牧师今仔也伫教会用加足稳定呢，阮。这是 AT&T， 但是阮兜我用 Spectrum 无介稳定。对啊，阮嘛是无介稳定呢。嘿啊。你。来啊！哦，大汉啊！都起来。哦，是吧？困饱。刚讲起来多少起来？为哪你也不对呢？啊！你的网络不对。哦，这有啊，这嘛好啊。我这个，我不对啊，我这一个第一次啊。你也叫阿嬷呗？是哦，为是。你来叫阿祖。看到位。啊！哎呀，抱袂起来啊，伤重啊！真好，互你锻炼身躯。锻炼身躯。你隔壁迄个咱拢无咧抱啊，锻炼身躯。你抱起来呢？啊！伊抱起来一堆老狗抱起真喘呢，一堆。抱到4楼诶。抱到那个4楼，足喘诶。辛苦。几个月啊？8个月啊，吼。哎呀！念伊落去多济啊？念伊要多济啊？那多济以前，咱都爱去教会做礼拜啊。你一定想要受到食的，对不对？对。叫 order 一个 ice cream cake，chocolate ice cream cake。阮查某囝讲好啊。Dr. Chen， 你有听到啊？我听到。恁太太要讲台湾话嘛？吼。伊听有啦，讲无啥会晓讲啦。听有啦，讲无啥会晓讲。无会晓讲。不要讲哦。以后介绍你太太，阮看一下。Vicky 讲，咱台湾伊真在真水啊，所以迄个得说介绍一下。我这嘛足水的咧，这 baby， 小来 baby 叫啥名？
Olivia， Olivia，奥利维亚，有酒过啦？无啦，看无，笑个是啊。无输娘，啊，今仔日拢点点。啊，都大家这有话啊，所以阮都免讲。就无输嘛是不对呢，伊嘛是伫，伊网络嘛不对。迄啥？迄个主持你的网络嘛不对，那个人口也伫说。伊家己网络不对。那是你的问题呢，人我看无问题呢。问题，我看来迄个主持有问题，啊，周牧师有问题。无咧，阮看无咧。阮看拢无问题呢。无问题啦，好啦。你的问题。我问题。你 AT&T 的问题。那个死掉。所以恁昨吼有甲迄个座位讲安怎安排啥物无？是毋是后礼拜就有个人会去教会啊？我想咱自由啦，咱嘛莫讲嘿。你若讲你若 ready 是讲要来 OK 啦，啊咱无莫讲啊，一届拢总入来安尼，咱慢慢安尼。嘿，就是恁有迄个安排讲座位安怎，迄个有小可看，还是安怎？基本上就是一定要过一排啦。啊，迄个夫妇会当坐做伙无问题啦。等下了的时阵吼，咱咧我等下迄椅仔拢爱甲擦过消毒者安尼啦。敢若爱过一排坐即头，啊，另外后壁迄排你搁坐另外迄头。咱咧讲梅花座安尼啦，毋免过一排啦。我听做过一排是空一排，我想咩，就一排坐左边，啊后壁迄排就坐右边，啊再搁坐左边，搁坐右边安尼。嘿。啊那夫妇就一个坐走廊中坐涂骹。咱教会 capacity 吼140个啦，1 quarter 吼，咱人无遐济啦。有啦，咱足够啦，咱足够，咱有够啦。无问题啦。啊，夫妇莫坐座位真好啦。安尼你有问题啊？我无问题，我是小享受一下。周牧师，最近迄个吴医师是拢无看到。哦，我有甲伊讲，我有送去吼，啊，我嘛有甲伊讲牧师甲大家拢有咧甲问，啊，伊就讲伊有当时啊，就含因囡仔去迄个 Saddleback， 啊，佮另外其他伊过去的迄个朋友，拢伫迄个 GPC 大公园灵粮堂，所以伊拢伫遐安尼。当然我拢有继续咧甲伊讲吼，叫伊来，啊，但是伊吼，就是伊拢有代志安尼啦，我有替咱牧师甲转达。OK。文华呀，恁查某囝甲你查勤吼？无，毋是，按后尾都无，大概是要来，搁要来讲什么有什么？你中奖了。对。即马无遐基金的啦，无迄个你中奖啦。咱讲什么有什么什么 GPS？ 啊，毋是，或者 GPS 无效啊啦。即马拢讲啥物？什么 H？ 建议兄一日节平安。无看的，伊毋知伫倒。哦。自称遐，阮妈妈讲钱拢无听到你咧讲话啊，最近。个啥？所以。囡仔好听。失声了吗？所以啦，
恁大生是捡拍无去还是捡着啊？偏偏你是去教头毛呢？是，搁无年头毛拢白啊。偏偏呢？袂要紧，真好。啊，你是去加头毛上？加了尔。我加头毛。去加，已经会当去教头毛啊吗？你都加？饭店嘛去加。我啦，家己加啦。家己加。家己个人加啦，无去互加啦。加头毛。你来看一下你看。平安，大家拢平安，啊，个无事嘛平安。平安平安。事拢平安，我新年拢平安，大家拢平安。这方面对啊，方面因那都伊都讲袂。方面行到咱家看。伊讲伊整一个 WiFi。哦，无水牛，你即摆是走去你灶骹，你咧准备要食。今日无看到迄个什么烟。哦，这烟咯，好，肉酥嘞。啊，你等来教会才讲啦，莫搁直提啦，提肉酥。即摆等来教会嘛，袂当 serve lunch 呢。小啉来一个咩？肉酥哪有紧？肉酥咱就较较了，水嘛好食。会使分土豆。土豆对啦，分土豆啦。会使。对，但我在河西讲。跳了一个。后礼拜食肉酥。你无输无影，啊，毋过请问你无输，拢有好势无？你标款无输，无输牛。有，伊计mute 款。mute 吼，mute 嘛会当听是嘿。对啊。描片款。也让听，咱袂听。我有咧甲因联络啦吼，就是讲基本上爱到照顾孙啊，迄个较细汉哦，拢会来甲伊抢 iPad， 所以有一段时间伊拢无起来。啊，我拢有去送迄个 YouTube 的 link 互伊安尼啦。嘿。OK 哦。今日真欢喜看到伊起来安尼。诶，我著看到伊有看，我想我若敲电话互伊，总是俩。对啦，我是讲这个厝本身引导也是安尼啊。高牧师，甲你问一个问题吼。我有一个朋友伫纽约市迄边，伊拄为更新迄落新人伊迄边遐出来。啊，你迄边敢有需要讲迄落新的迄落老师啊，啥物安尼？无听到。听的哦。mute 啦。哦，有。高牧师，你 mute， 你爱 unmute。是伊迄个。是啊，高牧师请讲。搁几点？高牧师请讲。你敢有听到？有啊。有哦，是嘞。是安尼啦吼，因为我对原来的教会交予一个少年的团队人啦。啊，我对迄个教会退休啊啦，吼，啊，我毋才会当去北加州，吼，啊，了后我即马就是讲，你讲纽约市迄边吼，其实加州遮足侪教会吼欠牧者，啊，你若看迄个号召吼，你家去看卖啊，号召月报有足侪咧找迄个牧者，啊，中西部佫较侪，伊敢愿意去中西部。OK。中西部足欠的啦，你若要爱吼，我搁问看卖，迄天迄个他对迄个美国华府吼，下来迄个远光牧师讲，中西部足侪教会拢欠牧者，问看我要去无？我袂当搁去遐啦。你咧即摆咧问这吼，我来甲问看卖，啊无我家己远光牧师的电话，吼，你直接问伊啦，安尼好无？伊讲足侪教会伫中西部欠牧者，吼。哦，迄个咱有 line 做伙嘛吼。有，我叫。你用迄个 line 加迄个地址话，我甲送去互迄个纽约市迄边。即马就是伊毋是迄落长老教会的背景的款啦，啊，所以可能是长老教会可能嘛是无讲介拄好安尼。我找其他的。你去坐遐后壁。伊敢有结婚？周牧师，伊敢有结婚？
我唔知呢。我记得我甲送资料，师查了，后恁再个另外讲。OK，好，OK。好，是的。现在问讲自信出未？自信。OK。无输赢，好，我无输赢要先离开啊。OK， 拜拜。我嘛先离开，拜拜。中昼要食啥物？好啦，文华兄等你哦，等你哦。食土豆，食迄款卵糕饼。包我唔敢想啦，包我唔敢想。食卵糕饼。挺好诶，迄个水饺。你哪有水饺？我唔知呢。阮囝去顶校，迄落去自业园遐买。哦，你爱去遐吃肉丸。肉丸，还款鸡卷，很强。美国囡仔袂晓食，伊干那遐食水饺甲迄个丸汤。我恁两个孙佫会食哦，我上当爱食。伊食迄款啥烟肠吼，因阿嬷咧煮一个吼，爱伫遐食酸。OK 啊，我后边来食饭啊。你要请阮去食饭上？你就来啊。你等我1点钟。有礼拜哦，也是讲恁伫教会无定翕一张相，讲迄个树仔撮起来吼，迄个所在是啥物馆？爱看会当放到即个email 内底啊，阮就看。哦，迄个无说你去教会网站吼，撮树仔的情形我有翕放一张伫遐。哦 ，OK。啊，我等下佫甲即马了后，我佫翕一张，甲补起去。哦，好，OK。恁大家小看一下，看安尼，敢看有迄个荧幕？无讲介清楚，但是有看到荧幕。有看到。对。算了。看无？知啦。No。安尼你嘛是会看到伊啊？安尼敢看有人去看有迄个荧幕，等者哦。安尼看够清楚。看无清楚。清楚吼，是爱用拄则迄种 share PowerPoint 的方式对无？安尼敢袂使。Change screen 者。现在给你创，伤细，无看，看无啦。电视伤细台啦。对咯，毋是啦，边仔的人较水吼，所以。哦，迄旧的啦，迄也袂用的。但是把你转去，我甲伊安尼。我才来去现场看。现来啊。嘿，安尼我头切着。无，你头。你敢无讲做理想？无理想还是要 share 较清楚啦。自信人我无去。安尼我知影 ，OK。自信，恁平平去煮是吧？对啊，伊真爱煮呢。不要紧，等我1点钟，我来。现在1点钟啦，你20分钟就到啊。我1点钟才会到。您就爱煮亚酥啦，煮。哦，对啊，爱煮的哦。有煮呢。对啊。咱大家来去分享煮。啊。对，咱大家都爱煮。
所以1点钟后咱第2道伊你姐嘛爱煮啊。就讲迄个宴足卤，足好卤，足好卤，伊佫搞煮，佫好卤。我演做个演啦，宝贝干嘛演来演去？意思讲我老打把柄呀。宝贝无来吼，2礼拜无咧看伊。你是讲伊搞演是演员的演，还是小演的演的呢？拢有啊，拢有。有啊。你可做去啊。OK， 12点啊，放大家去食饭。好，拜拜，拜拜。拜拜。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你随时看有啥物话，我会当甲你分享，无问题哈。好，拜平安。OK。